好来，乡亲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家人，今仔日增加4例确诊的病例。家人市长林佑昌伫记者会来公布着后续纾困的方案，同时嘛来呼吁着中央爱落实着800支区域的联防。来看这个家人市政府的记者会。我在这边正式宣布，包括果菜市场、成功市场、小姑娘小吃店以及其他。金水湾跟新水湾，还有快乐城小吃店，这4大专案，我在这边宣布正式结案。那依据我们的规划，我们基隆市最多1天可以打1万人。那我们可以在30天内，把我们基隆合格的市民全部通通施打疫苗完毕。那我们在第1个阶段，我们1天可以打1000人。好，我们有许多的医疗的院所，还有2个卫生所。在第2个阶段呢，我们会增加符合资格的20家诊所来提供施打。我们可以把施打的能量从1天1000提升到1天3000。那最后第3个阶段呢，我们会在基隆市7个区设立7区的快速施打中心，每一个施打点可以打。每一天可以打1000人次所以可以提升到1天1万人。所以我们整个快速这个快打的一个计划，就是1天1万人，30天打完。家庭防疫的7大准则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、所有的民众们，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，把家庭的这个防疫的部分也当成是现在我们防疫阵线很重要的一环。7大准则如下第1个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跟接触，因为你只要外出或者是有接触，当然它就有可能的风险。第2呢，你要进门之前全身做酒精喷一喷消毒，那特别去加强手部的一个消毒的动作。第3，入门之后呢，换下衣物，然后去洗澡，也做自己个人的一个清洁。第4，如果在家里面你能够戴口罩，还是尽量戴口罩。虽然这可能会有点不舒服，不过如果能够尽量戴的话，还是戴起来。那第5，避免在家里面没有戴口罩，然后面对面家人之间的一个聊天。那如果能够有适当的一个距离，然后又有口罩的一个防护，我想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或者是不知情的这种状况的感染。因为面对面讲话，其实风险，如果2个人又是没有戴口罩，那在不知情的一个状况之下，其实它还是有相当的一个风险。那另外就是吃饭的时候口罩要拿下来嘛，那最好是可以采取家人分流，然后间隔用餐，然后最后公筷母匙公筷母匙，最后就是加强经常性的加强室内的一个消毒跟清洁